以前成日聽人講，一個人可以跑得更快，一班人可以跑得更遠。而我已經獨自升級咗1年多，99.9% 嘅課表都係自己一個完成。以前認為要一班人跑先至會開心，依家更加享受自己一個人跑。偶爾都會掛住以前有隊友一齊熱血、一齊奮鬥嘅每一個晚上。但係依家更加珍惜每一次同隊友一齊熱身、一齊收操、分享生活點滴嘅日子，然後各自修行。跑步同生命好相似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節奏、自己嘅配速。如果硬係要跟住人哋嘅節奏去走，或者要人哋去配合你嘅節奏，到頭來都會迷失自我，有時都會感到怠倦或者有孤獨感。但係當你目標夠大嘅時候，呢一切都會變得微不足道。同自己講一句，我自己都可以。呢1年嚟嘅經歷話咗俾我自己知，原來我真係好鍾意跑步。